呢度就係香港神徒會培真幼稚園啦。我好中意返學㗎。喺學校，我會認識到天父，學習神嘅話，教養孩童，使他走當行的道，就是到老，他也不偏離。我是好牧人。除咗學習天父嘅話，學校仲有好多活動，你哋準備好未？而家就帶嚟體驗一下我哋嘅學習旅程啦！我哋每日都會唱詩歌祈禱。願我們的仔直到永遠。阿門。阿門。對你心，對他每天要感謝你是神。創設豐富語境，奠定兩文三語基礎。Miss K 同 Miss Lulu 成日都同我哋玩英文遊戲。話 at met 嗱 at 叻。蒙特梭利教具，奠定自主學習基礎。我答允我的父母、老師。小蜜蜂制服團隊，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，克服困難，遵守紀律等優質的品格。有趣科學探索，聯繫生活，激發好奇心。豐富的藝術體驗，啟迪創意思維。活學數理邏輯，培養獨立思考、解難能力。多元化的活動，遊戲中學習，點亮孩子無限潛能。